要盗威猛山啊？谁要盗威猛山？哎，管事给我叫出来！哎！少城主，你没事吧？少城主，什么少城主啊？我现在是威猛山的大当家的，不当少城主。处着呢，处着当。哎，少城主，这话可不好说。你破什么你？我是威猛山的老大，我谁也不怕傲。陈芊芊，你还记得你是来剿匪的吗？谁呀？这小模样长得还挺标致。你要不跟我回去当压寨夫君嘛？哎呀，这是你夫君。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夫君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抢回来的。抢来的。那我就再抢一次，你验货啊！你这几块腹肌呀？腹肌啊，这得啊。少城主，咱回去说吧。害羞。有什么事咱回去说哈。都给我转过去！哎，你们也别看了啊！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你跟你说，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以前说他会一直保护我的。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吧，他跟我怄气，还拿山匪吓唬我。最后把我一个人留在营地里。是我不好，我这不来了吗？陈硕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快怕死了，我都快，你就把他们的大刀子我带走啊！好了，不哭，是我不对，你打我骂我怎么样都行，好吗？你也是女主角呢。报警！我偷东家了！收去！那这些人怎么办？既然你们认定芊芊是你们大当家，那就跟他一起回营。此后威猛山众人归顺少城主，为他所用。回到花园城后，不准目无法纪，违命者军法处置。走啊！走啊！跟大当家走，走。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夫君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抢回来的。抢来的。说你别本事没长，竟长者不亮上，谁都敢撩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喝酒？少城主啊！少城主，来喝点醒酒汤。这是苏子英一大早送过来的，说让你喝下。三公主，
子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死死盯住苏子英，别让她再给我搞事情了。是。收走。哎，哎，你真打算一辈子不跟我说话啊？哎，这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和你怄气，也不该拿孟过吓唬你，更不该把你一个人扔在营地，害你受了惊吓。昨天我也特别怕，后来见你没事，我不知有多高兴。其实也不能全怪你，是我搞砸了。那你之前为何一直要生我气？那你为何总把我跟二郡主凑在一起啊？那是因为你们俩本来……我先前虽然有意要接近你二姐，那时候不是还不认识你吗？你说过，送人东西前先问喜不喜欢。怎么到你这里，处理起事来，就全然不顾我喜不喜欢？既然三公主抢了我，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二郡主，只要是您喜欢的人，我一定帮您得到他。哎，今日就别给芊芊吃鸽子了，你去林间打点野味，给她压压惊。是。公子，禀告韩少君，少城主命小人来传信，说约韩少君今日申时在客栈杂货间见面，说有要事相谈。杂货间？是的。一会儿你先藏起来，等韩少君和另一位进了杂货间，就立刻锁上门。小的明白。记得算好药效发作的时间。您放心吧啊！少城主，少城主，如你所料啊，这个苏子怡果然不老实，他居然想把韩少君骗到杂物间，还要给韩少君下药呢。下什么药啊？我不知道啊。还说人呢？按照时间来算的话，快点儿！他去往杂货间的路上了。这个苏子英就是帮了黑芝麻馅儿汤圆黑心，连我都骗我去。哎，少城主，你干嘛去？我救人去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把苏子英给我稳住了。哎，我应该怎么稳住他呀？切！走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你起来，来，走，带你出去，走。走，你干什么？啊！你干什么？还说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快走！啊！
幻香。合欢香。少城主，子睿，帮我把门打开，快点！好，救我！少城主，这门锁上了，我打不开呀，我去找人帮忙。等！我跟你说，此事不宜深长啊！你谁都信不过，你去找白吉。好，少城主，挺住啊！你等我呀！我倒是挺得住，我就怕韩硕他挺不住。松子，你可算来了！韩少君在里头，少城主也在里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少城主？我明明要锁的是韩少君与二郡主，你乱说什么？不是你跟我说少城主约他在这见面吗？我那是杨琛，你怎么给当真了？哎呦，完了，韩少君跟少城主都锁里头了。钥匙呢？哦，钥匙不见了，回去赶紧找啊！刚才我就藏着去的。韩爽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就不高兴了。这曹操，我把他砸死了。刚才是谁打晕的我？难道陈芊芊怀疑我了？衣服披上，杂货间了。白姬等会儿发现我不见了，自然会寻过来的。韩爽，我跟你讲啊，一般这种时候就是难住人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啊！三公主，您在里面吗？苏子英，小人到处找您找不着，原来您被锁在里面了。你快叫我出去！小人这就想办法救您出去。我终于韩爽出去。